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作者喺書入邊特別強調，呢位西裝革履嘅年輕學者如何用但開風氣不為師嘅姿態掀起思想革命。喺睇片之前，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大家好，今日要介紹嘅一本書《開風氣而為之師：中國偉大嘅知識分子胡適》，作者係馬克奧尼爾，由資深文字工作者程漢翻譯。馬克奧尼爾生於英國倫敦，畢業喺牛津大學新學院。1978年開始喺海峽兩岸暨香港同日本等地為 BBC、路透社、南華早報工作。佢身兼作家、記者同大學講師，喺北京同上海生活逾16年，現居香港。佢嘅著作包括《慈濟慈悲濟世》、闖關東嘅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喺亂世中國嘅生涯等。作者以西方觀察者嘅視角，重新勾勒出胡適呢位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嘅多重面貌。如果話20世紀嘅中國係一艘喺驚濤駭浪中航行嘅巨輪，咁胡適就係甲板上始終高舉理智火炬嘅領航員。讀過呢本書，我哋會明白佢手入邊嘅火炬如何照亮一個時代，又如何被時代嘅狂風反覆吹熄。胡適嘅故事始於安徽績溪嘅舊式文人家庭，佢喺美國康奈爾大學嘅實驗室同圖書館入邊脫胎換骨。1917年，26歲嘅胡適帶住哥倫比亞大學嘅哲學博士學位返到中國。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作者喺書入邊特別強調，呢位西裝革履嘅年輕學者如何用但開風氣不為師嘅姿態掀起思想革命。佢發表文學改良初擬，主張不模仿古人，不作無病之呻吟，將白話文推上文學正殿。佢喺北大講堂上講解中國哲學史大綱，將孔子由聖壇請回人間。佢將之乎者也趕落神壇，唔係為咗消滅傳統，而係要讓思想好似自來水一樣流入每個普通人嘅茶杯入邊。書入邊以大量嘅書信同日記佐證，揭示胡適如何喺呢場文化戰役入邊，既保持西方實證主義訓練出嚟嘅理性，又有中國傳統文人嘅處世智慧。作者喺書入邊冇迴避胡適最受爭議嘅政治選擇。1930年代，當知識界普遍左傾時，胡適堅持自由主義立場，反對主義綁架思想，為此同陳獨秀、魯迅等人展開論戰。抗戰期間，佢臨危受命擔任駐美大使，佢喺勝利後拒絕從政，選擇返到北大做校長。1948年，蔣介石親自勸說佢參選總統，胡適最終以憲政需要超然監督者為由婉拒。作者特別分析呢種既介入又疏離嘅姿態。作為制憲國大代表，佢為中華民國憲法注入人權條款；作為自由中國雜誌精神領袖，佢卻喺雷震被捕時選擇沉默。呢種矛盾折射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喺威權體制下嘅艱難抉擇。作者用全書1/3嘅篇幅探討一個問題：點解胡適喺兩岸長期遭到貶抑？國民黨嘅戒嚴體制將佢貼上思想危險分子嘅標籤，而中共建國後更發動全國性批判運動，斥其為美帝國主義走狗。耐人尋味嘅係，作者採訪多位當代學者，發現呢種否定之否定嘅背後，係胡適思想中超越意識形態嘅價值。佢對科學精神嘅推崇，對懷疑主義嘅堅持，對漸進改革嘅信仰，喺民主化進程同市場經濟浪潮入邊，意外獲得新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曾是比過河卒子，只能夠拼命向前。而呢本傳記話俾我哋聽，呢位卒子渡過嘅唔只係一條河，佢穿越嘅係傳統同現代嘅鴻溝，東方同西方嘅碰撞，理想與現實嘅激盪。當我哋喺當代社會爭論言論界限、文化認同、教育方向時，胡適喺容忍同自由中嘅提醒依然鏗鏘有力。呢本書帶我哋見證一位戴圓框眼鏡嘅安徽書生，如何用溫和理性嘅聲音喺激進同守舊嘅夾縫中作出一條啟蒙之路。喺社交媒體時代，胡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嘅格言正被改寫。當我哋揭開呢本書，觸摸到嘅唔只係泛黃紙頁上嘅原字，更係一個知識分子用一生刻寫嘅文明備忘錄。佢教我哋喺傳統與現代之間架橋樑，喺權力同理想間守住一寸精神嘅淨土。等我哋一齊揭開呢本書，睇嗰支曾被風暴吹熄嘅火炬，如何喺灰燼中顯露出超越時代嘅溫度同光芒。鍾意名家分析，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支持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